头拄咱才讲到，这台北捷运线岛市呢是互人放火，了后这西门站也来出现状况啊。有食酒醉的这旅客呢是安尼嬉戏叫，而且佫甲人杀，另外嘛有人对清洁人员大细声。雄雄发生代志，警方紧急到现场，外台穿红衫查甫人一直大声叫，安怎口劝拢无要插，反倒当来愈吵愈凶。当场互关警压制，及时保护管束。警方初步调查，40多岁查甫人啉酒醉，特别下晡4点外坐车返去厝的途中，伫个西门捷运站大声讲电话，影响到其他人。毋过食酒醉，经过员警口劝，伊完无要听，继续大声叫，甚至出手杀人。因推挤勤务人员，为防止其对他人造成危害，遂将该名男子管束，开除掉。西门站内步兵证，共一日暗时8点外，有查甫人向指清洁人员一直喊要开除伊，声音大到保全拢听到，通报捷运警察来处理。当时男子的手提包包就放在垃圾桶附近，清洁人员在这里整理，把它挪到一旁，引发乘客不满。检警到场后，立即安抚与劝导。该男子情绪缓和后，填写意见反映书向捷运公司陈情，由副站长代为转交相关单位处理。关于北捷台大安新林公园站甲善导市站，特别连续发生火警了后，才过几点钟，西门站也陆续有状况，好佳在拢无造成伤亡。不过面对北捷常常出现大事事件，也互大众运输安全各受检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